高低膊、大小面、腰痛、肩膊痛，通通都係因為姿勢錯誤導致骨頭錯位所引致。要解決骨頭問題，今集 ChatED 由崔醫分享中醫正骨治療。正骨除咗可以治療痛症之外，甚至可以改善外觀。唔好諗住姿勢唔正確，除咗會出現痛症之外咧，連人體嘅外觀上面都會有改變嘅。崔醫師啊，我聽過咧話，原來骨頭錯位咧會搞到全身都有痛症噶喎，點解會有咁嘅情況出現嘅咧？首先咧，正常人咧點都有少少即係脊柱側彎噶啦。咁但係咧，因為咧人做事有分右手或者左手，咁當我哋做右手嘅時候咧，我哋人嘅重心咧就好自然一側去我哋嘅左腳度嘅。咁所以咧，輕度嘅脊柱側彎係會因此會出現嘅。只要姿勢保持得好嘅話咧，基本上咧痛症就唔會點樣搞到我哋嘅。嗱，最大嘅問題因為我哋咧長時間有個唔好嘅呢個姿勢出現啦，例如頸前傾啦、彎腰、寒背、圓肩啦等等。譬如我哋以右手工作為例啦，咁好容易會出現左腳方面做咗個重心啦，所以容易啲會左腳方面出現肌肉嘅繃緊啦，左邊嘅腰會容易出現攰啦。右邊嘅膊頭咧，就反而因為一個交叉嘅一個代償機制喺裏邊咧，所以右邊嘅膊頭容易出現繃緊啦。左邊嘅頸同埋右邊嘅頭咧，容易出現痛嘅喎。咁呢個好似一個螺旋形式嘅情況而出現一個痛症方面嘅分佈啦。咁其中一邊嘅肌肉出現過度嘅繃緊，或者某部分嘅肌肉過於弱啦，咁久而久之就令到骨頭咧會踏向一個錯誤嘅位置，而導致到我哋痛症就會出現啦。我哋又好問清楚個病史喺邊度。有時候你以為係腰痛，可能係腰嘅問題，咁實際上其實個問題可能來自於個腳嘅喎，係因為其中一隻腳曾經咬過柴啦，好自然另一隻腳咧就會承受多啲力啦，咁盤骨就處於一個歪斜嘅情況，導致到啦腰部方面嘅承受嘅重量唔一致啦，就會出現腰痛啦。我仲知道有啲人咧誇張啲咧，佢哋係連塊面都會歪嘅喎。嗱，當我哋咧嗰個頭方面頸前傾嘅時候咧，好容易咧導致到頸前嘅肌肉就出現放鬆鬆弛嘅情況，所以就會有雙下巴嘅情況會出現啦。咁另外啦，如果係骨盤前傾咗嘅話咧，腹肌冇力，咁好容易會出現一啲肚腩會突咗出嚟嘅情況。咁另外啦，我哋經常坐喺度咧，臀部嘅肌肉個力量唔足夠啦，假胯嘅情況會出現。咁實際上咧，呢就係因為長時間姿勢方面唔正確，譬如高低眉啊、下巴嘅歪斜，其實因為係我哋長時間姿勢唔正確啦，我哋頸側埋一邊啦，因為地心吸力問題啦，所以導致我哋其中一邊面咧會特別歪一啲啊，或者嘅眼眉毛方面會耷一啲嘅。咁所以啦，唔好諗住姿勢唔正確，除咗會出現痛症之外咧，連人體嘅外觀上面都會有改變嘅。崔醫師啊，我上次咧都有做過呢個正骨復位啦，唔知點解咧做完之後咧，我眼乾嘅問題咧好似改善咗喎。嗱，眼乾嘅問題就係淚腺分泌就唔足夠啦，所以導致眼乾啦。咁眼乾只係一個結果啦。咁淚腺實際上佢都唔係自己識運作噶嘛，咁背後係有人指揮佢，佢先識能夠正常咁運作嘅。由腦袋啦，分個信號要經過到頸啦，然之後啦經過一啲所謂交感神經系統。一啲嘅自主神經系統，再去到眼嗰度嘅，咁所以啦，如果你本身頸膊頭好繃緊嘅話咧，嗰條線路方面出現受阻嘅話咧，咁所以好容易出現眼乾嘅情況會出現。咁所以啦，我哋只要放鬆咗條頸肩啦，淚腺有正常運作嘅話咧，咁嗰個眼乾就能夠迎刃而解啦。除咗眼乾嘅問題咧，我嗰日做完之後咧，我發覺咧我條褲都鬆咗，即係突然間好似瘦咗，點解又會咁樣嘅？嗰日咧同你做腰椎方面嘅一啲復位之外啦，亦都咧係長理放鬆咗一啲大髀內側嘅肌肉嘅，咁咧無形之間咧就令到咧嗰個嘅股骨內旋嘅情況得到改善咧，咁令到你呢個假胯寬嘅問題得到改善嘅，咁所以咧你覺得着衫咧着褲方面好似會鬆咗。咁喺中醫方面咧，到底有啲咩治療方式咧可以改善頭先嘅問題咧？頭先嘅問題就包括咗一啲痛症同埋一啲外觀上面嘅問題，其實背後原因都嚟自於一啲肌肉嘅失衡啦，再加上一啲骨關節錯位嘅，咁所以啦。按住頭先嘅問題嘅話咧，一開始首先用一啲推拿嘅方式啦，先同佢放鬆咗一啲淺層同埋深層肌肉啦，然之後啦再做正骨復位嚟去矯正翻一啲骨關節錯位嘅。咁完成一個程序之後咧，到最尾咧都係做翻一啲推拿按摩嘅鬆解嘅手法嚟去鞏固翻肌肉嘅質量嘅。咁我想知道咧，正骨復位個原理係點咧？正骨復位咧，原理就係利用一啲槓桿嘅原理啦，透過一啲唔同嘅旋轉嘅手法、拉伸嘅方式咧，令到一啲骨嘅錯位就回復翻原本該有嘅位置。
其實啪啪聲本身就係一啲關節裏邊積累咗一啲壓力，咁透過頭先嘅手法咧，將一啲壓力上面嘅釋放嘅。有時候做完之後，就算冇聲都好啦。如果病人背後佢本身嘅問題能夠解決到嘅話咧，咁已經足夠㗎啦。哦，咁所以我哋唔可以憑佢個聲音大細或者有冇聲去判斷呢個治療方式係咪最好。冇錯啦。有啲人會擔心咧，我做正骨嘅時候咧，因為有啲啪啪聲啊嘛，會唔會痛嘅咧？最緊要咧就係我哋做正骨復位之前有冇一個好好嘅鬆解，然之後咧先做正骨復位嘅。如果一開始鬆解唔充分嘅話咧，一下就同佢拍骨嘅話咧，好容易會令到咧佢啲淺層肌肉啊或者深層肌肉得到即係損傷咧，會出現痛楚方面嘅問題。咁我哋喺做正骨復位之前咧，有冇啲咩檢查咧係中醫師會做嘅？咁例如中醫師會用對手啦嚟去檢查翻個頸椎方面啦，有冇一啲譬如錯位啦，或者某啲嘅痛點啦，或者係用隻手去觸摸下腰椎方面啊個位置係點樣啦，嚟去睇一睇啦盤骨有冇高低啊一啲嘅旋轉嘅情況會出現。咁所以一開始我哋先會即係用對手用對眼嚟去判斷翻佢個骨頭方面有冇出現錯位嘅問題啦，然之後咧，都需要咧借助埋譬如一啲嘅影像學嘅檢查啦，例如 X 光片啦，或者更重要嘅可能會借助埋磁力共振去睇睇，明確翻啦究竟個問題根源喺邊度，然後先至有針對性咧嚟去做正骨復位，個病情咧先至能夠有效地去根除嘅。咁一般我哋做呢個正骨復位，大概係需要幾耐嘅時間嘅咧？由一開始啦，通常我做正骨復位咧，通常都會用一啲即係針灸嘅方面去配合嘅。咁點解咧？因為即係針灸嘅話咧，可以同我哋可以放鬆咗一啲即係深層嘅肌肉嘅。跟住然之後，我先至去做呢個正骨復位嘅方式嚟去做處理。咁一般嚟講，第一次做或者頭嗰幾次做咧，個時間係會比較長少少，可能係45分鐘左右啦。咁但係隨住即係治療咧，個患者方面啦，越做越好。實際上咧，慢慢我哋所做嘅時間咧，可以大大縮短。可以去到25分鐘啦、15分鐘，甚至10分鐘都可以解決到問題啦。處理一般痛症嘅話咧，我哋係最快可以幾時見效嘅咧？其實有部分嘅人啦，其實做完一次之後都得，都幾治愈噶啦。我哋一般嘅建議咧，都係一個禮拜做2次啦。對於一啲長時間嘅痛症嘅話，咁然之後啦，如果好超過一半以上啦，咁嗰個治療嘅頻率其實可以去減少嘅，可以變做1個禮拜1次啦，然之後2個禮拜1次咧。最後就1個月1次。市面上咧有好多鐵打啊，或者一啲復位方式，其實同中醫嘅正骨復位有啲咩唔同咧？動作上方面好類似啦，咁但實際上我就唔係好清楚佢哋嗰個本身嘅即係學歷方面係一個點樣回事啦。因為我哋本身係中醫嘅方面，咁我哋都係要熟悉翻即係人體整體解剖嘅情況啦，熟悉翻即係啲生理啊、病理方面嘅問題。咁另外啦，即係每個病人咧做正骨復位之前咧，都會詳細翻問翻佢嗰個病史啦，佢嗰個問題嘅根源係邊度啦，做翻一啲適合嘅檢查，了解翻究竟邊個地方出問題。咁所以咧做嘅時候咧，每一個動作咧都係既有安全性，亦都有針對性嚟去處理佢個問題嘅。咁呢個就係中醫師一般嚟講佢個分別係啲咩啦？咁有冇話啲咩人咧係唔適合做呢個正骨復位嘅方面？係啦，例如咧有啲好嚴重嘅即係骨質疏鬆啦，因為唔知道究竟做嘅時候會唔會有脆裂啦。咁另外就係有癌症嘅病人啦，我唔知道佢有冇骨嘅轉移啦。另外一啲孕婦方面啦，暫時嚟講都係避免一啲腰部啊或者腳部方面嘅，無論係按摩啦、針灸啦。我正骨復位咧，都建議即係暫時先停一停頭先所講嘅部位。有骨刺啊，或者係一啲關節痛，佢哋做唔做得正骨復位㗎？其實都可以嘅，骨刺或者係關節痛啦，咁本身都係即係結果嚟嘅。咁實際上個來源其實可能都係因為啲骨嗰方面啊承受嘅力啊方面唔均等啦，先至會導致到一啲所謂嘅軟骨磨蝕啦，而造成一啲骨刺嘅情況。咁透過做翻正骨復位啦，令到佢個身體嘅力線方面回復翻正常嘅話咧，你嗰個嘅血液循環好咗啦，呢啲炎症嘅因子或者代謝廢物啦能夠帶走嘅話咧，咁就能夠處理到佢個痛症嘅情況啦。所以反而我哋做完正骨復位，佢可以舒緩痛楚㗎咯。係啦，冇錯啦。咁當然啦，我哋做完正骨復位之後啦，都要教導翻啦我哋嘅病人啦，要好好知道邊啲嘅姿勢啦，導致到出現佢之前所患嘅毛病，同埋要強化翻一啲佢弱咗嘅肌肉先得。做完正骨之後咧，我哋會唔會個骨頭又好容易又再錯位咧？其實任何嘅治療咧都係解決個結果嘅啫，就唔係解決原因嘅。
最重要嘅就係要教導翻佢一個點樣或者一個正確嘅姿勢，將一啲弱嘅肌肉咧要將佢強化啦，將過度繃緊肌肉咧將佢伸展拉筋放鬆翻，然之後啦加上一啲所謂嘅適當嘅一啲嘅運動，咁自自然啦痛症咧就能夠得到根除啦。咁今日唔該晒咧，崔醫師同我哋講咗咁多有關正骨復位嘅知識啊！如果你有咩問題咧，歡迎喺下面留言俾我哋。如果中意我哋今日條片咧，記得 share 俾啲朋友同埋訂閱健康嗎？我哋下次再見啦，拜拜。